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恶乐多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鸟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，救援队来啊！好食的碗粿。我上爱食这档的碗粿，内面有掺足香足好食的肉素。我捌食过原味的碗粿，嘛袂歹食。内行的拢知影碗粿中央爱落蚵才会好食。迄边新开一间呢，人摆甲落落长。真奇怪，这档的碗粿有一个怪味呢。哎呦，我感觉规身躯软哥哥。碗粿拄食了，人都无爽快。系啊，食过这档碗粿的人，面色拢怪怪。有人伫这碗粿变骹手，气味无通偌好。今日头家怪怪，伊咧找碗粿的时，不时擦头擦面，嘴阁细细念。嘿嘿，我要将碗粿吹好软糊糊，好食到的人拢马西马西。就是你咧变鬼变怪。哈！竟然别行啊！我是鸟鼠的头家，我的祖先互可恶的人害甲凄惨落魄，我要报鸟鼠的冤，控制这个世界。阮是料理救援队，袂当互你伤好康。今互遮的人拢变回原形，因是无辜的。无卡怎？因食着我的料理，就互我控制啊！因像白食无味的碗粿同款，软糊糊、软烧烧。鸟鼠仔头家做的物件根本都袂正直。阿公，紧摕神奇食谱出来。暗公鸟校长有予我一本神奇的食谱。即马我就甲大家小解，啥物是正港的好食物。好食的料理有听目的设计，好片的芳气，抓住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，生意食水甜。利用料理来控制人，实在是足卑鄙的代志。救人哦，这光线伤插啊，也是紧来选较有影。真好，大家拢请啊！好食的料理是会当互人有幸福的滋味哦。这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拖食好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光。你敢有看过呆呆囡仔讲的网架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？若是还未看过，爱紧去找来看哦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一集有小解着碗粿，咱来看碗粿内底有啥？哇，有咸卵仁，有香菇，阁有一块足大块的赤肉。阿光，你闻看卖？足香的吼。等下甲食，咱先来小解相关的意思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网架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网架哦。软哥哥，软烧烧，软哥哥，软烧烧。伫网架内底是讲身躯无力，像人无爽快，徛袂牢安尼。软糊糊，软糊糊。像我这杯就是软糊糊，看阿光要食无？阿光，你要食无？歹食款，连阿光都无爱食。马西马西，马西马西，就是满天钻金条，要衫无半条。歹心恶乐多，歹心恶乐多。就是乌心肝的人，报鸟鼠仔冤，报鸟鼠仔冤，就是讲腹肠的
抓到机会，就要甲人报冤仇的。生意食水甜，生意食水甜，就是讲，若是用心传的，卖凊彩，逐项拢好食。料理救援队发现鸟鼠仔头家对食面变骹手，互人食歹腹肚，规身躯软膏膏，变甲马西马西。原来是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变骹手，要报冤仇害人，拄好互料理救援队撞到，佮用神机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有阿公恁料理救援队来解救大家，要无好食的碗粿就去了了啊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